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1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但以理书第9章15节到19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安息。今仔日是感恩节。大先爱感谢大家过去的关心带导，也感谢大家拢为着三业教会建堂的工程教会发展，并且为教会所需要的带导甲奉献，也感谢上帝的带领保守，祝福兄弟有一个蒙恩的新的一年。当然，咱嘛知无人会当来知影将来，就算是明仔载，嘛拢无法度啦吼。咱只有会当来倚靠上帝吼，伊是咱唯一的拯救。以色列人以来拢是靠上帝的带领甲保守，才会通脱离迄个凶恶，进入伫迄个应允。但你理书第9章15节到19节，但你利用这个出埃及的经验来恳求上帝怜悯，施了保守，互因伫这个受掠以及圣殿被毁坏的这个情形，会当搁再一届被建立起来。但伊哩安尼讲，主，阮的上帝。你要用大权能的手，带你的子民脱离埃及。伫迄时，你就显出甲今日同款的名声。毋久到当阮还在犯罪歹，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无互你极大的受气，搁临到伫即个城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。因为耶路撒冷甲你的子民为着阮甲阮的祖先的罪，受周围的人来凌辱。阮的上帝，当求你就听你的牧人的祈祷恳求。主啊，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，看顾你丰富的圣所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听你牧人的祈祷，开你的目睭看。阮遐个旁远的土地，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，愿你祈祷，毋是靠家己的好行为，是因为你丰富的慈悲怜悯。主啊，求你听；主啊，求你赦免；主啊，求你采取行动。我的上帝，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，毋通言前。因为这个城，这个子民拢是你的。圣殿是人咧敬拜上帝的所在，是人甲上帝建立好关系的所在，是万民祈祷敬拜的处所，嘛是来领取着上帝赐福以及安息的所在。因此，若会当来重建圣殿，恢复耶路撒冷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代表着因已经甲上帝有恢复好的关系，重新建立，并且会当搁一届来进入来领受主所赏赐的安息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恁中间的斗争甲争执是对倒位来？这毋是对恁肢体中间不时的争执甲斗争的欲望来？恁想要得到，得袂到，就要杀人。恁欲望满满，毋过袂当满足，就争执斗争。恁得袂到所爱的，是因为无对上帝求。恁祈求，毋过无得袂到，是因为恁的动机毋好。所求的简单是要满足家己的快乐。恁这个毋信的人啊，恁敢毋知
甲世间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。圣经讲，上帝深深意爱伊藏伫咱内面的神。恁想圣经所写即句话无意思是无？毋过上帝使咱的恩典搁较大，因为安尼圣经有讲，上帝对敌骄傲的人，施恩互谦卑的人。所以恁着顺服，反抗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，着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恁。做人啊，着洗恁的手。无定性的人啊，着洁净恁的心，着悲伤、哀痛、低靠，着互恁的快乐变成做悲哀，欢喜变做忧愁，着伫主的面前谦卑，恁就会得到高升。当然，更较重要的是讲，人着爱先回转来向上帝，来清起家己的心。搁再一次来进入伫迄个圣殿内底，来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安息。诗篇122篇，我真欢喜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建造一个城，全城整齐肃配。这个之作就是上帝的之作，拢照着以色列的制定的规律，上帝遐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伫遐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，为着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，愿你的城内有和平，愿你的宫内有安乐。为着我的亲人的朋友，我要讲愿恁平安。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，我要为着恁来求福气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的应允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会当随时来回转，进入伫至圣所，甲主来亲近，伫主的怀中领受伫属天的安息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